心坚定的，你使因平安欢迎，因为因信靠你，就永远信靠上主。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是永远的石盘。三角的吟圣诗26首，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万权能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在这个世界新冠疫情一波未平，搁一波起的时，特别是最近3个月来，台湾每日有数万人确诊的时，你搁保守阮，搁一摆平安来到你的圣殿，甲众兄弟三甲来敬拜阿罗你。愿要搁一摆感谢你，亲爱的主啊！今年暑假也已经过去一半，真侪青年少年儿童马上就要面对升级、升学，甚至出国留学。伫因面对新的学习阶段甲环境的时，求主安定因的心，赐予因有属灵的勇气甲智慧。面对人生新的挑战，有真好的准备，甲就开始。全能佮怜悯的主啊，我知一切真理佮和平的思想是对你所来，但最近阮国内有侪的纷争，威胁着阮国家的安全，也影响老百姓对诚实真理的判断。愿求你用真理、和平的智慧来带领遐个国家层的管理者，甲所有机会成做管理者的人，互因的心中存有和平、公平、正义、诚实的精神，真心为着国家百姓的安全甲真理的传承来努力。
阮只是安尼祈祷，拢是奉和平的人君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启应。我来启对种族甲种族中间三隔的墙。对好业甲丧香的中间三隔的墙。对无常宗教信仰的人中间三隔的墙。对无共宗派的基督徒中间三隔的墙。对男女老幼的中间三隔的墙。一声基督，求你暂缓勇敢面对遐个阻止佮背叛阮的祈祷，伫阮心中所蕴藏的偏见佮惊吓，暂缓会晓洞察遐个冲突的原因。求你除去阮逐人内心虚假的优越感，也假使阮甲上主你所有的囝儿伫合一的中间同齐成长。圣诗615首，请一个吟。三甲来恭受上帝话，圣经记载伫诗篇85篇第9节到12节，第二位伫弥迦书第4章第3节到第4节。伊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互伊的阳光临在伫咱境内。慈爱甲信实三拄，公义甲和平相揽。信实对伊发出，公义对天降落。上主赐好物，咱的土地大丰收。第二位弥迦书第4章第3节，伊会伫万民中实行审判，为远远的国强国排解纷争。
因为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刀。这国袂过举刀攻击迄国，嘛毋免过学战争。逐个人拢坐伫家己的葡萄树骹，甲无花果树骹，无人为家因拍饲囝。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亲嘴讲的。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这时赞美，请小诗班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耶稣的手扶持我》。
这是正道，请黄牧师。题目是论平安，你有平安无？弟兄姊妹平安。伫这个所在，为大家来请安平安。当基督徒伫教会，还是伫聚会中间见面，咱都用平安来彼此来请安。所以，礼拜日发现兄弟姊妹来的时阵，咱来讲平安。兄弟姊妹要回去的时阵，要离别的时阵，咱嘛用平安来祝福对方。咱敢有想到一项，当咱向对方来讲出平安的时阵，到底你心中对平安的概念，还是这个平安的内容是甚么？你希望对方伫你的祝福的下面，因会当得到什么种的平安？基督徒，咱为着家己，为着别人来祈祷，恳求上帝赐予因平安，安尼。但是一般的人，伊嘛常常咧求平安。当咱去求平安的时阵，一般的人甲咱所求的平安有啥无共款？所以平安是每一个人拢是需要，特别伫现今，伫这几年中间，世界有真大的动乱，真大的无平安。我想咱的心有真大的这扰乱，咱拢希望会当平安。安尼。咱讲起平安、祈求平安、期待平安的时阵，到底平安对你有啥物种的意义？这个是咱现在咱要来讲起这个平安。咱真熟的这个名词，咱常常咧讲起平安，但是透过几遍的讲道，大概有3遍，咱要来讲起平安的意义到底是甚物？当主耶稣基督讲，伫世上你无平安。伫我内面有平安，我要将我的平安赏赐予恁。到底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是甚物？既然伊的平安甲世上的平安有一个差别，所以咱就袂当用世上的平安这个期待、这个内容来了解圣经中间的平安。咱必须要知影圣经的平安是甚物，以及主耶稣讲我的平安是甚物。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我祈求平安，我真期待有平安，我希望会当过一个平安的生活。透过你的话，透过圣经，我会当来探讨，我来明白平安真正的意思。安尼我会当过着真正平安的日。主，你听我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平安包含真宽的一个定义，用运用伫各种的情境的中间。所以，有时咱感觉平安，就是咱心内底有一个真安静、安宁的心理。有时咱来讲，我心内做无平安，这什么意思呢？这可能就是讲到，可能你的内心有一寡惊吓、挂虑、真累积，无平安。你嘛当对讲，我最近的身躯无平安。这个平安有可能是讲到你的健康的问题。我的厝内做无平安，这嘛可能讲起你的家庭关系无真和谐。一个地区甲一个国家无平安，所记的可能是流行病。这个世界真无平安，COVID-19安尼世界安尼传播，所以世界无真平安。社会有一个真大的动乱，甚至有真大的战争，所以伫欧洲迄个所在现在无平安，因为乌克兰甲苏俄有一个战争。台湾嘛无真平安，因为这个中国伫台湾四周围一只军事演习，甚至伫咱农历7月4的时阵，咱嘛真期待有一个平安，所以你会当伫这个庙宇中间看搭一张单，合境平安，然后举行迄个普渡。所以对一般的人来讲，7月4的平安，可能就是期待鬼门若开的时阵，咱透过中原普渡，平安就是无互这鬼神扰乱。所以
平安运用伫无共款的情境中间，无共款的内容，无共款的意思。所以呢，咱当着别人讲平安的时阵，到底伫你的心内，针对这个人，针对这种情境，你予伊的平安的祝福到底是甚物？所以一般的人，咱讲平安，就是咱讲较内心。当我去看一寡册的时阵，伊咧讲到平安，拢是讲到人的内心的一个状态。平安是甚物？伊安尼讲，伊讲平安哦，伫外面有即个暴风雨、山星大风大影来，环境真大的变化，但是伫咱的心内底嘛，阁有平安啊。这个平安赢过外在足大的苦难、内在的烦恼，所以你的心内有平安就是平安。平安哦，毋是外面你看会到这个物件，平安就是你的心灵内面吼上界痛苦的时阵，你嘛当保持心内底平安。所以咱的期待平安，拢是讲到迄个平安心内底平安状态。所以呢，这个平安常常讲起人伫某种种情境中间，这个内在心灵的一个经验甲感受，这是大部分人认为是安尼。实际上，咱生活伫个世界充满真侪这问题。伫咱周围中间有人际关系、竞争啦、冲突啦，外在咱有经济的问题，也有天灾。欧洲安尼火安尼火焰一直打扫，安尼火焰一直熄，冰河慢慢消失。然后伫亚洲的所在，佫大水，一暝中间就淹大水，有战争的惊吓。逐种生活压力，所以如果咱若接受头前迄个所讲内心的平安的概念，你可能咱对平安有产生一个问题。咱无法度改变外在环境，咱无法度跳出伊的影响。所以若伫即个人生的大风影中间，伫外在真大危险变化内面，咱若内心培养一种内心平安的能力。咱就用这种能力来回应这种千变万化的世界的一个环境的困难、危险，内心有平安就好。有时咱感觉这种内心的心灵平安，就若亲像鸵鸟，就头安尼卡咧沙内面。外在啥物种变化拢不要紧，我拢无看到，拢无啥物，我心内有平安就好，安尼吼，若像鸵鸟一样。若心内有平安，咱就免去插外在这个环境。但是伫咱实际上的生活内面，我相信咱可能也当认同。现在伫咱生活中间，咱无可能完全拢无插外交环境，无受影响，只有保持你内心的平安。如果你厝内底人有人破病的时阵，你心内敢袂得叫？你敢袂去挂入时势变化？中国伫咱四周围遮军事演习的时阵，看着咱媒体，你敢会心内惊吓、着急、担心挂入讲将来时势毋知怎安怎变化？当即个无公平、无公义的事发生伫咱社会中间的时阵，你敢会安尼真生气？你拢袂有一个情绪的反应吗？如果你甲厝人内底有一个无和谐有一个争论关系破坏的时阵，你的情绪敢会受影响？如果你的经济厝内底经济出问题，甚至你家己的健康出问题的时阵，你敢会讲伫你的心内永远保持一种真安宁平安的状态？我毋相信这会发生。所以呢，意思就是讲，伫咱心内底，只有伫咱心内底保持一种平安心灵的状态，安尼就是一种的能力。你心内就有平安，我想这实际上是无法度来发生。所有这发生拢不要紧，只有我心灵平安就好。这是咱一直咧认为，也是去强调你心内有平安，我可上帝心内有平安吼安尼。但今日咱要对圣经的观点来探讨平安的主题，明白平安到底是咱圣经内面中间的意义是甚物？平安咱拢非常熟，就是希伯来文的 shalom， 英文翻译做 peace。
那 peace 先其实嘛有足侪意思啦吼，啊，可能只内在平安嘛是啦吼，啊，和睦关系啊嘛是一种，啊 peace 嘛是即个和平吼，啊，就看伊个顶下文伊到底是啥物啊？伊即个 peace 的回应，还是即个翻译的意思都无共款。伊别人文的 shalom 比即个 peace 还佫较较宽一个意义，所以这就是咱有几遍要来讲起平安的一个意思。所以，姊妹，如果咱平安的时阵，咱就要咱亲像过去讲，你就平安两字，然后解说真矮的一个范围，我心灵的平安就过去。所以咱有几遍讲到，要来一项一项讲起这个平安 shalom 的意思。安尼，咱就来看卖，伫圣经咧讲到平安的时阵，到底你心内有平安无？第一项。shalom 讲到一个人，伊的全人的完整性的健全，所以拄则咧强调心灵内入心灵的时阵，这可能你的心灵内面之一。但是真正平安，那是讲到你整个这个人，这个人呢包含当然是你内在有一种真安宁的状态，但是这个平安嘛包含你的身躯的健康啊。我过去。伫台北有一个长老，人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慈祥，真客气。后来伊开刀，伫病院住1个月，安尼圣地叫出去，听听生气，要服安尼厝内底人起来服侍的时阵听听抱安尼。这破病1个月身躯艰苦啊，所以身躯就影响到伊的。心内底薄弱伊的性情，所以身躯会影响到一个心内底无平安，甚至关系平安啊。起来顾好，要来顾凊彩就安尼拼叫，甲你所啉捌平常迄个人拢完全无共款。所以咱要照顾病人的时阵，咱嘛要真注意啦，安尼去照顾伊，咱嘛要忍受伊病痛中间所产生的一寡心理上的问题。而且这个全人嘛包含你有一个正确的思想，甲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圣经内面讲一生的果效是对咱的心开始。所以你的想法、你的态度若是无正常，若是无完全，你可能影响到别人，影响你家己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你的健康，你的态度、你的思想、想法，嘛有可能影响到你甲人的关系对应啊。看你这个人影响偌大，若较轻影响你家己，较大影响到你的家庭。哇，一个人咧个性安尼时阵思想态度无共款，厝内底安尼互你变甲乱糟糟。如果你若是一个政治人物，安尼你的思想看法无共款的时阵，有可能你影响到一个国家啊，就是咱现在经验到安尼。姊妹，所以呢。这个平安，那是讲到你这个人一个完整性的健全，包含你的心灵。第二部分，shalom嘛包含一个安全和谐的状态。比如讲，咱生活伫一个安全、无伤害、无危险的环境，咱无外在对人来攻击的争端。咱无对外口来军事的战争的压力，咱无对外口来自然界这个病毒、天灾饥荒的威胁。人甲人中间生活伫一个安全、无竞争、无陷害、无怨妒的一种的和谐关系内面，这就是平安。第三方面。讲到成功甲丰盛的人生，成功甲丰盛包含你的物质无欠缺，比如讲你的经济方面，拢有够用啊，你也免烦恼到明仔载，你也无贷款的烦恼，你也免烦恼你的工作会去用裁员，你也免烦恼讲我明仔载食穿用毋知有够无。无烦恼就是平安。伫这个方面，丰盛甲成功，乃是讲到物质方面，但是也包含
你整个人生，比如讲，你的潜能有得到真大发挥也无？你设定的人生目标我都达成也无？你的人生是毋是一个结果子最多的一个人生？就是讲的丰盛的人生。比如讲，伫咱生活内面，你会感觉我着一生过了真好势，但是我伫我一生中间总是有一种遗憾。姊妹，这种遗憾就是你无达到这个完全的状态。这个遗憾可能会，互你的心内底无法度有一个真安宁的一个状态。啊，佫一寡愿望无完成，啊，佫一寡目标无法度达成，所以伫心理学的中间，上界悬的就是自我发展安尼吼，自我的完全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真美好的目标。当你有达到迄个目标的时阵，你才达到你的人生的圆满。这个圆满本身就是平安，这是圣经内面的意思。当然有一寡人，你若对一般的心理学来讲，自我发展，但是无一个人会当完全达到伊人生的自我发展。昨昏去食饭的时阵，有一个讲到伊的亲戚啊，伊的孙，足好，有够够的，读册有够够的，我种天才，数学也天才，英语也天才。我哪厉害？数学跟英语拢天才，左右脑拢互你拢天才啊！不过雅斯伯格姊妹，伫某一个方面完全，但是某一个方面欠缺；伫某一个方面表现非常突出，但是某一个部分可能是会软弱。人总是无法度达到伊完全的圆满的状态。但是圣经内面讲到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包含你的丰盛，包含你的成功。咱是基督徒，你讲我拢无啥物遗憾，但是咱要见上帝时，我惊吼安尼。我若去到上帝遐的时阵，伫这个时刻，如果上帝要调你去到伊的面前的时阵，你会当已经备办好势，讲我已经完全备办好势，无遗憾，无欠缺，我拢会当真坦然面对上帝也无。是一个完全圆满的状态也无，我相信咱拢会惊啦吼，佫互我努力一寡，佫互我努力，我会当达到迄个人生丰盛圆满的程度未？若是无到迄个程度，表示你也无平安。只有一个人会当讲一句话，保罗，伊讲我征战好的征战，真跑走的路程，守应该守的道，安尼我会当去到上帝遐。面对面去领受伊为我备办公义的冠冕，咱敢有达到迄个程度？可能无。如果无到迄个程度，你还佫有无到迄个完全平安的状态。姊妹，所以咱也是咱明白平安的意义、平安的情景。所以当咱对别人讲出平安两字的时阵，咱可能较实际。主耶稣基督伊受顶十字架，而且学生因的心中非常非常惊吓，非常理智。伊毋知头前要安怎发展，伊毋知头前的路要安怎样行，伊就自己伫迄个所在密起来，有人要来抓因。因所跟队的老师已经离开因，而且是受顶十字架，伫迄个罪的十字架的罪内面。所以当各位主耶稣基督对因来讲，愿恁平安的时阵，你会当想想这个意思到底是啥物？愿恁平安可能恁希望恁健康，大家拢健康，毋是？愿恁平安对伊来讲，是讲去到伊会当消除因心中的惊吓，伊会当重新搁得到希望。对因迄个时阵平安的意义是安尼。如果咱来去探访一个带院的会友，咱来讲愿你平安，这个意思。希望上帝会当互你恢复健康，你的病得到医治。有一个会友若要开业做生意，咱去迄个所在来请安，愿恁平安。意思就讲，愿上帝祝福、祝福互你，互你生意会当兴旺，钱运会当加添，安尼你无忧愁，其他你会当运用上帝互你的钱运会当做好的善事。有时咱若去到一个所在，伫这个所在出入会当平安，这个厝。提供一个真好的保护、徛起安稳的所在。咱为了
乌克兰甲苏联、苏俄的战争来祈求平安的时阵，就是希望这两个国家的百姓，因无阁受伤害，战争会当停止，会当恢复和平。所以，兄弟姊妹，有时咱教导真侪人讲，咱要信耶稣有平安，咱都要互伊明白，这个平安是一个全面性。这个平安毋是只有你若信耶稣，你的内心就有平安。咱家己基督徒本身，陷入真侪这困难的时阵，常常嘛需要向上帝恳求，上帝，互我会当脱离这个问题，互我会当解决这个问题，互我会当对侪这个无平安的环境、外在环境中间，会当来脱离、经过这个事。有时是为你家己，有时是为你家己厝内底的人，有时是为你的教会、你的朋友大个范围内面。为什么会安尼？你无可能讲拢无问题，拢无问题，只要我心灵平安就好。Shalom， 运用毋那伫个人，特别是运用伫一个群体中间。这个群体会当有丰盛，会当安全，有当安宁，比咱个人的内心的安宁更加重要。群体无平安，外在环境无平安，比咱内心就无平安。圣经内面讲到，有一项约瑟呢，互爷兄卖去到埃及的所在。这项事发生的时阵，厝内底就完全无平安。这个家族的完整性、团体性的完整性就受破坏。所以呢，伊的老爸安尼活伫10几年的忧伤内面，失去伊的囝，阁无看到伊，心已经冷。所以呢，伊会感觉我的人生有一个缺陷，我上疼的囝离开我，毋知伊的生死怎样。所以，这个阴伫伊内面，互伊无平安。伊的阿兄将雅各将约瑟卖掉了后，因心内底非常的自责。当因见面的时阵，甲约瑟见面的时阵，因表达因心中的一个自责。经过10年几年讲，咱伫这个约瑟小弟的身上犯罪，这是几年了？这10几年了后，13年了后所发生的事。经过13年，心内阁有真大的自责。咱伫这个小弟的身上犯罪，苦难临到咱，伊的血来追讨咱。这是啥物？无平安，因为这个罪伫伊的心内底无平安。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有平安？咱生活伫一个充满无平安的一个世界内面，咱无得对这个世界期待平安。所以主要所基督讲，伫世上你有苦难，你有忧愁，你有惊吓，这嘛是一个咱所拄着的事。现在无平安的状况，安尼一直发生。最好是你若莫看电视，你莫看报纸，安尼这物件就袂入来。你若是咧看这个媒体，你咧看这个争论性节目，你若看的时候，愈看愈生气，无平安，因为太侪就无共款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一个对立，加添伫咱心情。所以这是咱实际的状况，面对战争、病痛、瘟疫、经济的动乱，种种无平安，所以咱希望会当对这个世上得到平安，对不对？但主要所基督讲，伫世间你都无平安啊，所以咱希望会当得到平安是啥物？来当有一个和平的条约，来当有一个真好的疫苗，来当咱有真稳定的工作甲收入，来当咱有一个真安全、阁有真有能力的医疗，所有病痛拢会当应付。来当安尼世界经济拢一直有一个真好发展，我收入拢当增加，安尼我就有平安。但是主要所基督讲，伫世上无平安。罗马书安尼讲，受造的物迫切听候上帝的正经义显现，因为受造的物袂当达到伊受造的目的。
不过受造的物，要伫5万有一日，因本身嘛会受讨棒来脱离会败坏的拘束，通甲上帝的旨意分享阳光的自由。但现今所有受造的物，到伫现在也做伙伫痛苦哀叫，做伙经验催尽的苦痛。尾啊，伊是讲安尼，要互咱规个人拢得到赎回，因为咱靠即款5万得到救。这是讲到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乃是罗马书迄个所在讲到，罪进入一个世界的时阵，死带入这个世界，然后所有世界拢陷落伫罪恶中间。这是讲罗马书迄个所在讲到，咱必须要因为信来称义。因为所有人拢伫罪恶内面，而且咱因为罪拢陷落伫非常痛苦的情形内面，然后有一个5万有一天，咱会当脱离现今这个世界的苦难、无平安的环境。这是咱现今所拄着的事。现在咱生活伫一个无平安的环境内面，咱心内底也忧闷苦叹。世界也陷落伫无平安的状况内面，因为世界甲咱共款劳苦讨亏，这就是讲到整个无平安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发生？因为罪进入。然后，伊讲到一个情形，就是讲有一天，这种情形拢会过去。伫以赛亚书迄个所在讲。上帝神要甲伊同在，就是要找控一个罗卜来，要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神，有计划甲能力的神，有智慧甲敬畏上帝的神，然后伊要用公义治理，用信息通知。讲到尾后一个情形，就是豺狼甲绵羊做伙大，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讲到尾啊，就是伫我圣山的逐所在，一定无伤害、无破坏，因为对上主的人物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大海。这就是讲到伫尾后中间，咱会当享受的，当一个上帝所设计的罗卜，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当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一切无破坏，无有伤害，这是一个平安一个环境。也是咱拄则所读弥赛亚迄个所在所讲，人活伫一个真和平的状态，葡萄树骹安稳、丰盛、平静的一个生活。姊妹，你敢有平安？我相信你无平安。世上的人无平安，这个所在所讲的一项，乃是咱无。也未达到这个完全平安的状态。如果照圣经内面所讲平安的状态时，咱无法度进入到迄个内面，甚至咱现在是苦叹、讨亏。安尼，咱的平安会5万伫倒位？咱的将咱的平安会5万放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伫世上咱无平安，因为这就是一个无平安的环境。但是咱将咱的目睭5万放伫上帝所赐来迄位罗卜主耶稣基督，伊来讲，伫世上你无平安，但是伫我内面有平安。恁所得到的平安，毋是这个世间会当互恁的平安。当你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照着世间的方式、价值观念咧生活的时阵，你无平安，但是伫我内面有平安。我要将我的平安赏赐予恁。后一回咱要来讲起主耶稣的平安，伊的平安到底是啥物？咱才会当对圣经内面透过主耶稣基督得到伊所要予咱真正平安是啥物？咱三个来祈祷。主啊，我要承认我无平安，照着你所予我的平安的应允，
遐尼悬的标准，遐尼圆满的一个标准，我无达到我的平安。就亲像罗马书内面所讲，我常常伫劳苦、吐气、重担的内面，做进入到这个世界，我若失去平安。毋但阮失去平安，阮周围失去平安，大自然嘛失去伊的平安。安尼，阮三同拢咧仰望，有一天你阁来掌权的日，安尼我会当伫你内面找到你的平安，以及你要享受我的平安。主，愿你平安甲阮三个同在，平安的根源就是你，你就是平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时来应答上帝的话，回应诗485首，主暂愿互相接纳，来吟全首，请起立。这时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同工。
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虽然阮知影伫世界无平安，总是阮注目伫你的面前。阮知影你永远信实无改变，你想赐的平安会互阮伫即个世上无受外在影响。主，阮感谢你，阮嘛感谢你想赐一切丰盛互阮。阮即马献上阮淡薄金银伫你的面前，愿主做你圣工的路用。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免。请坐。伫报告的大省要来举行球类福音团契会长的就任式。陈义林执事。伫过去几年中间呢，咱的教会有提供即个社区的儿童，以及咱家己本身的囡仔伫倒球、乒乓即个所在真好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所以咱已经有一个调整，就是即个倒球，毋若是即个球类的一个运动活动，要将即个球类嘛当变做一个福音性。既然即个儿童、社区的儿童拢来，咱就希望佮提供更加积极。互因当来明白上帝，过去已经有做，但是呢，做了无够的所在，所以现在咱要来正式来成立一个球类的福音的团契。咱特别来邀请迄个义林执事来担任即个团契的一个会长。过去伊拢投入即个，伊本身也投入伫即个运动真热诚安尼，伊全家拢投入。所以伊也甲即个社区有囡仔有着真好接触。除了即个倒球以外，咱阁有排球。排球嘛是咱青年现在咧进行即个运动。希望呢，即个球类，既然若是球类，就会当逐种样的球类拢来包含入来。所以咱兄弟姊妹若有即个兴趣，对某一种球类即种兴趣，你嘛招几个安尼，然后甲教会讲咱伫即个团契中间，诚做咱来帮衬。所以这是咱现今要来成立。今日要来一个就任，表示讲即个运动即个团契运作对即个成立了后，就任了后，咱就安尼正式要个开始会来运作安尼。来，咱要请迄个义林执事来到头前这个所在，咱要受为即个节互咱兄弟姊妹知影即个事工。安尼咱会当共同来参与，咱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会当来带领社区甲因接触，带领因来到上帝面前。陈义林，你要领受球类福音团契会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召命啊无？你要领受这个职，你就我告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即份，你要安尼行啊无？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光复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做本会球类福音团契会长的责任，要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即个工来归荣光互上帝。带领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三甲来祈祷，请会众起立。所以，阮就成立做这个团契，阮就做小组，会当针对无共款的族群，会当来传扬因的福音，传扬福音互因，互因会当认捌上帝，互因的相同组织伫团契内面彼此相听，彼此扶持，也透过这个团契的性质，互伊当伫因的人生中间更较大的扩展。主啊，感谢你！伫过去几年中间，你伫阮内面兴起即个球类的运动，有侪社区的朋友、儿童、家长来到即个所在，主因亲近教会，透过安尼会来亲近你。主啊，也恳求你，伫因身上过去所得到，伫因心内底，伫教会内面所领受的、所听到的福音的故事，拢放伫因内面，诚做好的帮助。恳求你，互教会对因的服侍，因会当存着真好的一个印象，放伫因的心内底。对教会无惊吓，无疏远，若是欢喜，
来到即个所在。当因来到遮，安尼因当听你的声，听到你对因心内底的感动，无论是因本身、因的家长、因的亲戚朋友。主耶稣基督啊，但现在我要将即个救赎福音团契交托伫你，特别要将意念执事来交托伫你。伊过去参与热诚，以及伊对即个团契的热诚，对福音的热诚，那么因为即个积分赏赐予伊的时阵，伊注意伫遮，关心伫遮，然后伫即项职务中间尽伊的工。感谢主耶稣基督，拣选伊，我相信你的神间三甲同在。也互伊在所应该做的事，在伊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帮助因有智慧、聪明，承担这个工。主恳求你的神，甲伊三甲做伙，互伊知毋是靠着家己，乃是团体，也特别靠着你的神的帮助，会当成就这个工。主，你听阮的祈祷，恳求你的祝福，也透过因这个团契来祝福侪伫阮周围，这个朋友、社区、亲友，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请坐，我们拍手来鼓励咱的义理之士。现在咱有一个时间吼，特别来介绍这个救赎的这个团契啦吼，因所要做的工吼，是毋咱请董理长老来特别介绍。义理吼，好。可以到台上来哈。兄弟平安。咱平常时吼，若想要邀请咱的亲人朋友入来咱的教会，参加咱的聚会，也是咱的主日的礼拜。常常因可能是因对即款的一种的方式，因为因一开始无了解咱的聚会，所以因袂感觉有兴趣啦。咱心里即个求你的福音的团契，是要透过倒球、排球，才会求你的活动，互咱会使甲咱遮的朋友做伙来运动，入来咱的教会。因为因对遮个球类的活动有兴趣，所以因会继续来参加即款的活动。咱就有机会甲因去熟悉因，关心因，去了解因的心中甲生活的背景，因的家庭的状况，并且甲因建立一个好的信任的关系。咱会使安排一寡福音的内容，伫即个求类的活动内面，互因对咱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初步的熟悉。伊对咱的信仰有兴趣的时，想要搁较亲密了解，咱就会使邀请因来参加咱幸福小组的活动。咱即摆的团契同工有董理的长老，董理长老、永国长老、邱佩瑜执事，陈怡丽姊妹，肖瑞恩兄弟。咱嘛有一个祈祷聚会时间是每礼拜四暗时，咱是透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那咱嘛欢迎咱兄弟对即个求类的活动有兴趣的来参加即个团契。最后我伫圣经罗马书第10章14节，有讲，毋过因倒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听着，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着？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水，愿阮所做一切工下伫主的心意。以上，感谢兄弟。
本会消息，第二点，双联团契9月14、15要举行溪头灵修之旅，代代植物园、麒麟潭凤凰谷、溪头自然教育园、长伞阁观光工厂、无期渔港、夜宿溪头金台湾山庄，欢迎会友拢来参加，报名费3000块一个人，请向买顺义执事登记。这个活动若是无满30个，就取消。第三点，军区圣礼典定伫9月初4，2场礼拜中举行。若要受洗的兄弟，请往干事室报名，以便安排受洗的课程。第四点，青春启航课程，青少年家长小组来咯，对象是6年到8年的学生家长，宗旨帮助孩子建立健康性观念，家长也透过读书会一起成长。时间8月28日起，每月1次，总共7次。报名请苏家豪执事夫妇。第5点，甲具体的消息，稍等下才请牧师做一个说明。即马看教界消息，第一点，暨南教会8月2日下午3点要举行郑养恩教授就任神学与教育牧师感恩礼拜。第二点，新德中会商联部8月22到24要举行灵修旅游，地点是七股泻湖、大鹏湾、走马濑。第三点，新德中会甲桃园区国教会联合举办平安7月2022关怀弱势公益音乐会。演出单位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和新竹科学园区合唱团。地点时间是8月28下午2点半，伫中立艺术馆举行。想要欣赏的贵宾券索票，请洽我们黄牧师。以上请牧师来做一个。8月呢，咱有做这个分享的方面啦，这个消息。昨咱已经举行曾毅甲雨欣因的结婚典礼做咱兄弟姊妹甲亲戚朋友拢来参加这是非常盛况，是一个充满欢喜的一个日子所以伫这个所在来恭喜新白甲梦怡以及范泽以及春菊安尼非常恭喜叫拢伫遮安尼。这两位青年毋知要挖对一边啦因为对咱的会友来讲两边拢足熟，两个囡仔拢是咱对象，细汉看起来，我想大家讲完全没有违和感，咱要感觉有带出、嫁出带你的迄个感觉，拢家己青年、家己囡仔拢伫咱教会服侍，两边的家庭咱拢珍惜安尼，所以呢，而且咱看大汉。所以这是一个非真欢喜的一个事奉献上帝祝福因。伫这个所在要特别要来讲起几位的一个丧事就是潘富美长老娘伊就是王小公牧师娘因伫尾后差不多几啊年7-8年时间，拢伫咱的教会，会当来接待有因甲伫咱中间来参加这个礼拜。来服侍因这是咱的一个尊荣，一个好的机会来服侍因伫差不多5年前王牧师已经过身去到上帝遐所以牧师娘伫8月初6嘛是安享主怀咱嘛是照是共款，咱要谈这个所在伫新竹来办理伊的日点甲辉华的礼拜。然后等于到济南教会，这是伊的会籍。而且因伫遐王牧师是英语的牧师安尼，所以嘛是倒转到一个济南教会来举行迄个个别礼拜。而且嘛真正邀请啦因为
咱是咱的主场吼。所以呢，咱要来为着伊来举办这个力量会话。所以兄弟姊妹若尽量会当出席，安尼互因家庭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安慰。伫遮伫咱中间，因的儿女拢伫咱的教会聚会，智人以及迄个梦怡拢伫咱中间。所以咱来参与出席，就是表达咱对因的关怀吼。第二位就是小叔庙那小叔庙咱可能有诶较年轻诶较无熟悉，但是伫咱教会较久长诶，都拢非常熟。恩信诶家庭甲潘必爱诶家庭。迄个廖文辉长老啦早前是咱公教会真资深诶一个长老拢家庭拢伫咱中间。小叔庙5月29伫美国安息，然后伫8月27要伫信义新人院创意堂来举行一个对书的礼拜，所以伫咱中间有熟悉诶年长兄弟姊妹咱尽量会当出席，嘛参与来共同安慰。所以这个是牧师来主持，然后张之霖牧师有来出席，因为张之霖牧师呢是寺庙因伫少年的时阵为因证婚共迄个时期因带领所以伫遐咱来看到真侪咱过去公教会较资深这兄弟姊妹相当出席所以即嘛鼓励咱出席嘛是即种关怀。昨暗咱有一个姊妹梁依慧嘛安尼有主怀，昨暗暗时时阵这是美生长老古长拢非常关心的一个姊妹甲家庭所以有定伫拜5，就是8月19，早起是9点半要来举行伊的力量会话然后安葬这是伫8月咱后半个月中间咱会当这会丧事安尼，咱希望参与一个欢喜的一个婚礼咱嘛去到招上之家来关心伊，表达咱的对因的关怀所以这有3项伫咱的群组中间也看到这个消息邀请咱兄弟姊妹出席关怀。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519首，为即块土地，阮诚心祈祷。来吟一遍，请起立。吟诗线，请牧师祝祷。爸囝甲圣神上帝的恩典、怜悯甲平安，甲恁三甲之地，对这条直到永远，阿门。